所有第一胎嘅媽媽千祈要保存好我呢一段片，因為呢一個可能會影響你呢一世。開月子中心7年，聽到好多質疑嘅聲音，點解一定要去月子中心？首先 BB 嚟到呢一個世界有成世人嘅時間去被愛啦，被陪伴啦，佢而家需要嘅只係食飽瞓暖，俾人安全咁抱住，呢一個係邊度都可以滿足到。但你嘅身體正經歷緊一個巨大嘅創傷，你嘅荷爾蒙斷崖式咁下降，你嘅情緒毫無預兆咁樣起起落落，你比任何時候都脆弱，亦都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被專業咁照顧。其次，我哋要面對一個現實，家有時並唔係最好嘅康復病房，喺屋企你係女主人，更加係矛盾嘅焦點，你會聽到各種聲音，會忍住痛，唔好意思麻煩屋企人。而喺月子中心，你只有一個身份，就係需要被照顧嘅人。最後 BB 唔會記得呢一個月發生過咩事，但係你會記得自己被溫柔咁對待啦，定係被忽略？你會記得傷口痛嘅時候有冇人理你，情緒崩潰嘅時候有冇人接住你？呢一段記憶你會帶住好耐，幾個月、幾年，甚至成世。最後就係想話俾大家知，喺呢一個月入邊，你比 BB 更加重要。